大家好，歡迎回來，感謝你今天的收看。我們有一個全新的故事要與你分享，讓我們立即開始。我的名字叫卡爾文，多年來我從未想過有一天我會坐在這裏講述一切是如何在我眼前慢慢崩潰的。但生活總是會為你帶來意想不到的轉折，而且並不總是最好的方式。勞倫開始花更多時間在手機上，他開始更頻繁地外出，與我以前從未聽說過的人見面。起初，我以為他只是想擴大社交圈，畢竟交新朋友是完全正常的。但這些人並不是他以前提到的那些人，他們是陌生的面孔，他談論他們的方式也不同。他的聲音充滿興奮，一種新發現的能量，就好像他重新發現了自己不再包括我的一部分。有一天晚上，一位我從未見過的女人來到我們家，勞倫像迎接久違的朋友一樣迎接他，有說有笑，仿佛他們已經相識多年。我好奇地問：那麼，你們是在哪裏認識的？這只是一個隨意的問題，並沒有什麼隱藏的懷疑。至少現在還沒有，但勞倫並沒有正常回答，而是表情變了，他的笑容瞬間消失了。你現在想扮演偵探嗎？他厲聲說。他的反應令我措手不及。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他為什麼如此防禦？我並沒有指責他什麼，只是想跟他聊聊。但那一刻，我內心的某些東西告訴我放手吧，我不想讓小小的事情升級為爭吵，所以我只是點點頭，繼續前進。但我沒有忘記，我開始更加關注並觀察那些細微的變化。我觀察得越多，就越清楚，勞倫正在以我從未預料到的方式發生變化。他變得疏遠、警惕，花幾個小時打電話並制定與工作或家庭無關的計劃。他總是關於一個新的酒吧、一家高檔餐廳或一些週末活動，聽起來比我們過去一起享受的安靜的夜晚更令人興奮。每當我走進房間時，他都會降低聲音或走到外面繼續談話。我知道有些事情不一樣了，但我不想成為那種對每件小事都進行過度分析的偏執丈夫，所以我保持沉默。我看了。那天晚上，我走進我們臥室，發現羅倫一夜之間徹底改造了他的衣櫃。他衣櫃裏曾經擺滿的舒適、簡單的衣服已經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短裙、緊身裙和讓人想象空間很小的上衣。他唯一沒有丟掉的是工作服，但現在看起來連工作服都不再重要了。來自高級精品店的包包堆放在角落裏，上面還貼着價格標籤。這不僅僅是一次購物狂歡，這是一次種數。我站在那裏片刻，試着理解我所看到的東西。這可不只是挑選幾套新衣服那麼簡單。我轉過身問他，發生什麼事了？為什麼突然改變？他甚至沒有猶豫。他笑了笑，把一件新裙子扔到床上，說：這是我的辣妹季節。我感覺就像看着我的妻子變成了一個陌生人。我想說些什麼，想問一下這對我們的婚姻意味着什麼，但我忍住了。開始爭論不會改變任何事情。後來，勞倫開始晚回家，他總是有同樣的藉口：工作遲到了，辦公室有緊急情況，老闆需要他參加最後一刻的會議。我想相信他，我真的想，但有些事情不太對勁。事態迅速升級。晚上，他確實提早下班回家，然後盛裝打扮再出門。一開始，他的解釋很模糊：只是個小聚會，沒什麼大不了的。但他選擇的服裝並不是休閒服，他們甚至不適合辦公室歡樂時光。他們是緊身連身裙、短裙和高跟鞋。一天晚上，
我終於問道：勞倫，你到底要去哪裏？他只是笑了笑，不理會我，好像我很荒唐。但我沒有笑，我直接告訴他，我認為已婚女人經常在外面待到很晚是不對的。他看着我的眼神就好像我剛剛說了世界上最無禮的話。他嘲笑道：這是我的人生，我要按我想要的方式生活。就這樣，談話結束了。他明確地告訴我，無論我怎麼想，都不再重要了。從那天晚上起，一切都開始崩潰。我們幾乎沒怎麼說話。我們的談話僅限於談論食品雜貨和賬單的簡短交流。親密徹底消失了。他沒碰我，他沒有吻我，他幾乎根本沒看我一眼。在家裏，我感覺自己就像和一個陌生人住在一起。他甚至沒有向我隱瞞我對他來說有多不重要。我試着把注意力集中在其他事情上，工作、嗜好，任何可以分散我注意力的事情，但忽略它並不能讓它消失。如果有的話，它只會讓事情變得更糟。我越沉默，它就越大膽。女孩們的夜間外出已成為每周的例行活動。她也不再假裝無辜了。她會在凌晨2點甚至3點回家，跌跌撞撞地推門而入，渾身散發着酒氣。有些晚上，她甚至懶得打招呼，只是倒在沙發上，因為醉得太厲害而無法回臥室。我知道我不能繼續忽視正在發生的事。我想相信勞倫只是經歷了一個階段，他沉浸在新的社交生活的興奮之中，並最終會穩定下來。但無論我如何努力擺脫這些想法，他們還是不斷回來折磨我。有一天晚上，我遇到了我的朋友艾瑞克，我知道他是唯一一個能直接告訴我真相的人。我把一切都告訴他了。勞倫發生了多大的變化？他總是不在家。當他表現得像單身時，我們的婚姻似乎正在破裂。他認真聽着，慢慢地點點頭，然後他說了一句令我大吃一驚的話：當一個女人開始表現出這種行為時，通常會有更大的事情發生。你需要弄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的話讓我難忘。幾個月以來，我一直在試圖為他的行為辯護。但如果還有更多我沒看到的東西怎麼辦？我不想成為那種忽視真相直到為時已晚的天真的丈夫。經過一番思考之後，這是你重寫的版本。他添加了同義詞，流程更加簡潔，同時保留了原始的本質。我做了一個選擇，我要親自揭開真相。所以，我雇了一名私家偵探。他向我保證這些事情需要時間，並敦促我要有耐心。所以，我等待着。日子一天天過去，幾週後，幾個月後，證據開始浮現。他所發現的東西粉碎了我僅存的所有希望。調查員向我展示了勞倫所謂的女士之夜的照片和影片。他們不再只是休閒的晚餐或無害的飲料，而是成熟的、魯莽的聚會。在一些照片中，他正在玩已婚女人不該參與的飲酒遊戲。這太不真實了，就像我正在看着一個完全陌生的人。我默默地坐着，盯着證據。儘管我想否認這一點，但他就在那裡，冷酷的、無可否認的證據。有一天早上，我醒來，頭腦清醒。我很清楚自己該做什麼。幾個星期以來，我一直心存芥蒂。我看過照片，看過影片，我清楚地知道我的妻子在她所謂的女生之夜裡做了什麼，但我暫時還不打算跟她對質。我需要看看她心裡是否還殘留着我曾經愛過的那個女人的痕跡。我走進來時，她正在廚房喝咖啡。我靠在櫃檯上，看了她一會兒，然後才開口說話。
羅倫，我說道，聲音穩定但堅定。你到底怎麼了？他幾乎沒有抬頭。你是什麼意思？我的意思是熬夜，結交新朋友，不斷外出。你幾乎不再和我說話，甚至幾乎不看我一眼。我觀察他臉上的猶豫和內疚的表情。我需要知道，你還堅持這段婚姻嗎？就在那時，他終於放下了手機，但他看起來既沒有內疚也沒有悔意，反而很生氣，好像我只不過是個麻煩而已。卡爾文，別開始，他搖着頭嘆了口氣，但我沒有退縮。我是認真的，勞倫。我知道發生了什麼。你變了。如果你有什麼事情需要告訴我，現在是時候了。就在這時，他笑了，然後他靠在櫃檯上，笑着。你真的認為你可以控制我，不是嗎？他說道，語氣裏滿是嘲諷。你不能阻止我做我想做的事。就是這樣。他只說了這些。我站在那兒，一動也不動。我原本以為他會否認，甚至可能試圖掩蓋他的蹤跡。但這不是，還不到這種程度的公然反抗，就好像他已經接受了要拋棄我們的婚姻的事實。他不打算停下來，他沒打算修復任何東西，因為在他看來，沒有什麼好解決的。我陷入了沉思，他一直都是這樣嗎？他身上這種自私、魯莽的一面是否一直存在？隱藏在表面之下，等待適當的時機爆發出來，還是說這些新朋友讓他走上了一條他冇力抗拒的路？當我站在那裏，看着他瀏覽手機，好像我只不過是背景噪音一樣時，我痛苦地意識到了這一點。或許我根本就沒有真正認識過他。從那一刻起，我知道我無法維持這段婚姻。勞倫已經離開了，從情感上來說，他已經走了。他和我住在同一間房子裏，睡在同一張床上，但他的心已經不在我這裏了。最糟糕的是，他根本不在乎。我開始思考，如果我不主動出擊，或只是坐下來等待，會發生什麼事？我很清楚事情將會如何發展。有一天，他醒來，看着我，然後決定他已經完成了。我回到家時會發現衣櫃裏有一半是空的，而當那一刻來臨時，我就會手忙腳亂地收拾東西。我不會讓這種事發生的。我需要掌控局面，所以我做了一件我從未想過要做的事情。我見了一位律師，並開始辦理離婚手續。我交出了調查員的報告，所有關於他深夜出逃、聚會以及他在以為沒人看見的時候所做的事情的證據。從法律上來說，我已經擁有了我所需要的一切，這是無可否認的。不管他如何扭曲事實，證據確鑿，離婚文件已經擬好，準備發出。我所要做的就是把它們給他，但我沒有，不是馬上，因為儘管發生了這一切，儘管他自私、魯莽，儘管他完全無視我們的婚姻，我仍然愛他。或者也許我只是喜歡他在經歷這一切之前的那個版本。我仍抱持着希望，希望有一天他會醒悟，意識到自己在做什麼。並且明白他不想失去我，所以我等待着。日子一天天過去，幾周變成了幾個月。這些文件原封不動地放在我的辦公桌抽屜裏。每次我想把它們拔出來的時候，總有東西阻止我。希望，也許，拒絕，或者只是害怕最終放手意味着什麼。我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坐在廚房的餐桌旁，盯着自己的手，試着想出如何接近他。到了此時，我們的婚姻就像一團即將熄滅的火，
幾乎只剩下最後的愚蠢。我並不天真，我知道事情已經改變了，但無論情況變得多麼糟糕，我仍然堅信還有一些事情值得我去奮鬥。所以，我決定最後一次嘗試，不想爭論，不是為了指責，只是聊聊。當他走進來時，穿得像要去某個高級夜總會，我沒有阻止他。我雜誌沒有問他要去哪裏，相反，我只是說，勞倫，我們可以聊一會兒嗎？他嘆了口氣，顯然很生氣，但卻坐在了我對面，雙手交叉，已經處於手勢。我深吸了一口氣，問道：難道你沒有意識到你的新生活方式正在毀滅我們嗎？我沒有生氣，我累壞了。他歪着頭，好像真的不懂我在說什麼。然後他用最隨意的語氣說：我們的關係怎麼了？就這樣就好？就那樣，我突然明白了。我一直在為一段只存在於我腦海中的婚姻而奮鬥。他不在乎，他已經向前看了，無論是情感上還是身體上，都不再重要了。我是唯一一個仍然站在廢墟中的人，試圖修復被他燒毀的東西。我只是坐在那裏，點頭表示接受現實。這不是一個困難時期，一切都結束了。唯一還沒接受這個事實的人，就是我。那次談話之後的一個晚上，以下是你重寫的版本，其流程更流暢，影響力更強，語氣更精緻。我正坐在沙發上換着頻道，突然聽到勞倫的鞋跟敲擊地板發出清脆的聲音。他走了進來，穿着一套新衣服，緊身、短小，引人注目。他停在我面前，雙手交叉，歪着頭，臉上露出幾個月來一直保持的得意洋洋的笑容。我要去約會，他宣布道，聲音裏滿是傲慢，好像在挑釁我，看我對此有何反應。他想要打一架，相反，我點了點頭，完全不為所動。太好了。我還在想你什麼時候才會承認自己和其他男人約會。他的笑容一瞬間凝固了。他沒想到這一點。我二話不說，站起來，走到臥室，拿起我的包包，裏面是一個整齊堆放的文件夾，白紙黑字記載着真相。我回來，把它放在他手裏，看着他的信心開始動搖。他猶豫了一下，然後翻看那些頁面，銀行對賬單、照片、影片，他參加派對的照片，他陷入了已婚女人不該玩的遊戲。他臉色蒼白。你可能需要重新安排那個日期，我稍微傾身說道。你需要的是律師。幾個月以來，這是他第一次無話可說。現實終於讓他認清了事實。起初，他拒絕簽署文件，他表現得好像他們不存在一樣，原封不動地把他們放在廚房的櫃檯上，好像只要忽略他們就會消失。那他一直渴望去的約會呢？他二話不說就取消了。突然間，他不再急着和別人在一起了。但我並沒有玩這種來回的遊戲。我已下定決心。我受夠了所有的藉口、謊言和完全的不尊重。無論他是否簽署這些文件，我都會繼續前進。因此，我向法庭提起了訴訟。從那時起，事情就變得糟糕了。勞倫對此的感受很不好，一點也不好。他到處指責我，把我描繪成一個專橫、控制欲強的丈夫。他只是因為想在我之外擁有自己的生活而發瘋。他告訴法庭，我是在懲罰他的獨立。我很痛苦，很嫉妒。他甚至扭曲事實，編造故事，讓自己看起來像受害者。看着他這樣改寫歷史，真是令人筋疲力盡。但我擁有他所沒有的東西。事實，更重要的是，
我有證據。他越是攻擊我的角色，他看起來就越絕望。人們開始看穿他的行為，甚至包括他的朋友。有趣的是，當真相就在眼前時，人們很快就轉變了立場。最終，法院做出了對我有利的判決，離婚已經完成了，一切就這樣結束了。儘管離開我曾經全心全意愛着的女人讓我很痛苦，但我知道我的選擇是正確的。勞倫失去的不僅僅是丈夫，他失去了穩定，他失去了家的溫暖，失去了對他的照顧，失去了對他的安全。也許他已經意識到，但為時已晚，過上最好的生活的快感是有代價的。但那時，我已經繼續前進了。你知道，當我第一次和勞倫結婚時，我相信愛情可以戰勝一切。我認為如果你真正關心某人，如果你和他們有過交情，你總是能找到辦法解決問題。但我透過痛苦的經驗體認到，光有愛是不夠的。如果沒有尊重和承諾，就不會這樣。你可以全心全意地愛一個人，但如果他們不珍惜你們之間的關係，如果他們不在乎你們共同建立的一切，那麼這將是一場失敗的戰鬥。我必須學習的另一個教訓是，當有人向你展示他們的真實身份時，要相信他們。我花了很多時間去留戀我愛上的勞倫，而不是站在我面前的這個人。但人是會變的，有時你所愛的人會變成你甚至不認識的人。我犯了什麼錯誤？我想着只要我再堅持一會兒，只要我夠有耐心，他就會回到我身邊。但現實是，當有人明確表示不尊重你時，你必須足夠尊重自己才能離開。現在我有一個問題要問你，如果你處在我的位置，你會怎麼做？如果你的婚姻中，你的伴侶開始把你當成事後才想到的人，忽視你的感受，表現得像單身一樣，你會如何處理？你會更加努力奮鬥嗎？你會早點離開嗎？我很想在評論中聽到你的想法。這就是故事的全部內容，各位。如果你發現這很有趣，請在下面告訴我。感謝你的收看，我們下期再見。